现代台语版圣经士师记第11章。基列人犹他是强猛的勇士，伊的老母是基鲁，老爸是基列。基列的母嘛，甲伊生几若个囝。这个囝大汉，就甲犹他赶出去，讲：你袂用得分阮老爸的财产，因为你是基鲁生的。犹他就走闪伊的兄弟，去住伫德北地区。有一寡匪类挖来犹他遐，缀伊出入。过一段时间，亚捫人甲以色列人交战。亚捫人甲以色列人交战的时，基列的长老去德北地区，请犹他倒来。因对犹他讲：请你倒来做阮的指挥官，带阮甲亚捫人交战。犹他应基列的长老讲：恁以前敢毋是讨厌我，甲我对阮老爸的家赶出来？现在恁拄着患难，是安怎来找我？基列的长老对犹他讲：就是因为安尼，阮现在倒转来找你。你若甲阮做伙去甲亚捫人交战，你就通做阮的领袖，管辖基列所有的子民。犹他对基列的长老讲：恁若爱我倒去甲亚捫人交战，上主阁将因交互我，我就要做恁的领袖。基列的长老应犹他讲：上主作证，阮一定照你的话做。犹他甲基列的长老倒去，人民就设立伊做领袖，做指挥官。犹他伫米斯巴将这一切的话对上主讲一遍。犹他找使者去见亚捫人的王，讲：我甲你有甚物冤仇？你竟然来侵占阮的地！亚捫人的王应犹他的使者讲：以色列人对埃及上来的时，占我的地，对亚伦河到雅博河，搁到约旦河，带恁着乖乖仔将这地还我。犹他搁找使者去见亚捫人的王，甲伊讲：犹他安尼讲，以色列人并无占摩押人甲亚捫人的地。以色列人对埃及上来的时，是经过旷野到红河，来到加地斯。迄时，以色列人找使者去见以东王，请伊允准因经过伊的地。毋过，以东王毋肯。因搁找使者去见摩押王，伊嘛毋准。以色列人就住伫加地斯。因搁经过旷野，西过以东地甲摩押地的外面，来到摩押地的东边，伫亚伦河迄边扎营。无入摩押的境内，因为亚伦河是摩押的边界。以色列人搁找人去见阿摩利人希实本的王西宏，请伊允准因经过伊的地，去因家己的所在。毋过西宏无信任以色列人，毋互因经过伊的境界，颠倒组织伊的人民伫雅泽扎营，甲以色列人交战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将西宏甲伊的人民交伫以色列人的手，以色列人就甲因拍败。对安尼，以色列人就得到迄地区阿摩利人的全地做产业。因得到阿摩利人所有的土地，对亚伦河到雅博河，对旷野到约旦河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为着伊的子民以色列，将阿摩利人赶走。你
嘛要占即块地是无？你应该去占领你的生命，其末赐互你的地。上主，阮的上帝，赏赐阮的地，阮要固守。你敢比摩押王西巴的囝巴力较强？伊毋敢甲以色列人计较，嘛毋敢甲因交战。以色列人住伫希实本、阿罗尼甲因附近的庄舍，以及阿伦河边遐个城，已经有300年。迄时恁若无甲因抢转来，我无得罪你，你颠倒要甲我交战。愿审判的上主今仔日伫以色列甲阿文的中间裁决。毋过阿文人的王毋肯听耶和华派去的人对伊讲的话。上主的神临到耶和华，伊就经过基列甲玛拉西的地区，倒来基列的米斯巴，搁对米斯巴去到阿文人遐。耶和华对上主下愿讲：你若将阿文人交伫我的手，我对阿文人遐平安倒来的时，对阮兜的门出来迎接我的，无论啥人，我一定要甲伊献做烧化祭归上主。耶和华去甲阿文人交战，上主将因交伫伊的手，伊将阿文人铁底拍败，对阿罗尼到米勒，直到阿伯基拉明，拢总攻出20座城，杀死真侪人。对安尼，阿文人就受以色列人制服。耶和华倒来米斯巴到家己的厝，迄时伊的查某囝举玲珑鼓跳舞出来迎接伊。这查某囡仔是伊姑生的查某囝。耶和华看到伊，就拆二三，讲：哎呀，我的查某囝，你互我真为难，互我真艰苦心，因为我已经对上主讲出喙，袂当收回。伊应讲：阿爸，你已经对上主下愿，就照你所讲的，对我安尼做。因为上主已经伫你的对敌阿文人身上替你报仇。伊阁对伊的老爸讲：有一项代志求你允准，请容允我2个月，互我甲我一同伴去山里，为着我着一世人做在色女啼哭。耶和华讲：好，你去。耶和华就准伊去2个月。甲伊的同伴伫山里，为着伊一世人做在色女啼哭。2月日后，伊倒来伊的老爸遐，伊的老爸就照所下的愿对待伊，伊拢无结婚。后来，以色列有一个风俗，逐年有4日，以色列的查某囡仔会出去追讨基列人耶和华的查某囝。